大家好，我係 Smiley Sir 啊，OK 嚟到我哋求職法 Mensuration 嘅第3集啦。好啦，咁咧呢一條片啊，OK 咁就會教大家比例題啊，OK 啊，咁如果大家咧係未睇翻，OK 我哋第一條 OK 即係公式嗰條片啊，或者第二條去講背式題或者線型啦。OK 嘅片嘅話咧，大家記住撳翻 info box，或者你直接去我 YouTube channel 揾翻 OK 第一集同埋第二集啊。OK 咁今集會係比例題。好，咁我哋咧希望今集咧大家開完比例題之後，你唔好驚求職法呢一課，始終佢真係保底入邊 OK 性價比頗高嘅一課啊。好，咁我哋咧直接去到。OK 嗱，今日堂都係做題目㗎咋 OK 係啦。如果要學翻當中嘅 concept 嘅話，可以睇翻第一集啊。好，咁我哋咧今堂去講嘅第一題 OK 就係呢一題。好啦，有個大嘅 sphere OK 佢 melt and recased OK to 3個細啲嘅 sphere OK 嗱，一個大嘅球體融化並重鑄做3個較細嘅球體，然後我哋嗰3個較細嘅球體個面積比例俾我哋揾中型球體嘅體積。OK 嗱，你會點樣去諗呢一題呢？首先我會知道咧玩比例嘅話個前提知唔知咩？你要有 similar， 你有相似，相似嘅形狀 OK 你先可以玩比例啊。好啦，先可以玩比例。好啦，咁我哋今次有冇相似嘅形狀啊？其實咧，即使佢冇寫都好啦，其實我哋見到 sphere，OK 球體 OK 嘛，細嘅球體同大嘅球體一定相似嘅，因為佢哋形狀一樣啊嘛。或者你見到 curve OK 嘛，係啦，咁細嘅 curve 同大嘅 curve 咧個形狀都一樣噶，佢哋都會相似。呢啲咧係唔需要去寫，特登去寫 similar 呢隻字，我哋都會知道佢係 similar。你明唔明啊？或者 2D 嘅話 OK 係啦，圓形啊、正方形啊，或者揼邊三角形 OK 嘛，甚至 n-sided n-sided 嘅 regular polygon OK 嘛，正 n 邊形佢都一定係相似，明唔明啊？所以呢啲係唔需要寫呢一隻字 OK， 已經知道佢相似啊。好啦，咁既然我哋知道可以玩比例喎，我就 mark 咗個面積比出嚟 OK， 個面積比為1:4:9嗱，單位咧正路為 cm 二次嘅。好，咁我哋既然今次係玩 melt and recase， 一定係玩整容前嘅 volume 等於整容後嘅 volume。今次條題目應該係要諗 volume， 要揾體積噶嘛，所以我哋咧就要揾體積嘅比例。不過揾咗 length 先 ，length ratio OK 會係幾多？單位為 cm 啊，所以咧佢會係1:2:3 OK， 開方1比開方4再比開方9。好啦，之後 volume 嘅 ratio。volume 嘅 ratio 佢就會係1嘅3次比2嘅3次再比3嘅3次 OK 嘛，單位為 cm 3次啊嘛。當然個單位其實唔使寫啊 OK， 純粹我 present 俾你睇，我先寫翻啊點解個數字係咁呢 OK， 就係因為要開方啊同埋3次 OK 嘛。好，咁我哋啦，依家有晒比例嘅時候，你就可以用 K method 去 mark 到細啲嗰個叫阿 K， 中間嗰個叫做8K， 大啲嗰個叫 27K OK 嘛。好啦，我哋會知道呢3個加埋。呢3個 volume 加埋就會等於整容前，整容前為504。好，所以咧你就可以揾到阿 K 會計到做睇下先14啊。好啦，揾完 K， 我哋要揾中型 size 嗰個球體 OK 嘛，係啦，中型嘅球體 OK。好啦，就會係8乘14啊，所以為112嘅 cm 3次啦 OK， 所以答案為 C 啊。OK， 咁呢個就係希望大家知道啊，有 similar 你就可以玩比例啦，得嘛？好啦，然之後後面咯，後面第10題咧 OK， 希望大家見到呢一個形狀 OK 嘛？細空、中空、大空得唔得？細圓錐、中圓錐、大圓錐嘅時候，當大家都有同一個 vertex， 就代表佢係 similar 嘅，得唔得？好啦，而我哋咧個諗法同啱啱嗰題差唔多嘅。你依家話個圓錐體啊 cut 咗做3個部分，我哋要揾 A 部分、B 部分、C 部分嘅面積比例。首先我去諗翻，其實 A 部分、B 部分同 C 部分佢哋係唔相似啊。OK， 佢係唔相似於 boy 同埋唔相似於 C 啊。所以你一開始去諗比例嘅時候咧，你唔會諗 A 比 boy 比 C 啊，你應該係諗 A 比 A 加 boy。再俾 A 加 boy 加 C， 你明唔明啊？我哋應該係諗細圓錐、中圓錐同大圓錐嘅比例
OK，因為佢哋先係相似嘅形狀。咁我就揾翻長度比 OK 1:4:6 OK，咁你自己加數加到㗎嘛1+3會係4，同埋1+3+2為6啊。好啦，我哋呢個面積比就會係1:16，之後再俾36 OK 嘛？咁呢度呢，單位為 cm 依次啊，所以呢，佢依家就係將全部啲比例都依次晒。好啦，但係個問題我哋要揾嘅係 A 比 boy 比 C 啊。OK，A 比 boy 比 C 嘅面積比會係幾多？嗱，A 仍然係1啦，係嘛？好，然之後個齋係 boy 咯，個 boy 嘅話，你諗下 A 加 boy 會係16，而 A 係1，所以 boy 就會係16減翻1，即係15。然之後 C 嘅話就係 A 加 boy 加 C 減翻個 A 加 boy，你明唔明啊？即係36減翻16，即係20。OK，所以最後答案會係 C。OK 嘛？咁呢一個玩法我都希望大家係咯認識咗佢啦。OK，始終DSE 咧其實比較常係玩大空、中空、細空。OK 嘛？呢隻嘅比例啊。好啦，咁咧如無意外，OK，啱啱做嗰兩題已經解決咗你哋對比例嘅少許疑問㗎啦。OK，而後邊呢，就係我哋去實戰一下，OK 嘛？實戰一下究竟你睇 DSE 嘅題目，OK，你覺得難嗰幾題究竟喺我嘅 logic 上會係點樣去做？可以嘛？好，咁我哋咧首先睇 Long Fact 2啦，OK，呢條13年嘅13題啊。好啦，首先我哋會見到啦，呢一條佢有個佢有兩個佢有兩個底半徑係 RCM 嘅圓柱體。sorry，我呢度筆錯咗，唔係圓錐體嚟，圓柱體。好啦，有兩個圓柱體，然之後佢融化並重鑄咗做27個底半徑係 RCM、高係10cm 嘅完全相同嘅圓柱體。尷尬，我又係畫錯咗。OK，畫翻頂少少先。好啦，嗱，總之幅圖我畫咗喺度噶啦。OK，左邊融化並重鑄變成右邊。好啦，然後我哋有嘅資料係咩啊？我哋有嘅資料係較大嘅圓柱體嘅嘅底面積會係較細嘅9倍。OK，即係呢度我哋有個 area 嘅 ratio 面積嘅比例。好啦，首先我哋第一個問題係問，佢可唔可以玩比例？咩叫可唔可以玩比例啊？首先我哋嗰兩個圓柱體係唔係 similar？嗱，我會知道 boy 題先問你啊，圓柱體係唔係 similar？所以佢依家一定唔係 similar 噶啦。OK，boy 題先知啊嘛。好，咁我哋點樣玩比例 ？OK，暫時未玩到住係嘛？唔係㗎，你依家咧淨係去 care 個底嘅面積，底嘅面積係咩嚟㗎？圓形嚟㗎嘛，兩個圓形係一定相似嘅，所以咧我哋都可以照玩比例，只不過唔係因為圓柱體 similar，而係因為個底嘅圓形 similar。所以咧我哋依家細 R 比大 R， 佢就會係1:9。sorry， 應該話佢哋面積比例1:9，所以細 R 比大 R 會係1:9嘅開方。咁當然咧，其實左手邊二次咁樣好抵啲嘅。OK， 好啦，所以咧細 R 比大 R 就係1:3，明唔明啊？因為圓形 similar，所以我哋可以玩比例，明白嘛？好，咁我哋咧繼續睇埋個 A2。好啦，A2咧佢要揾較大嘅圓柱體嘅高。OK， 今次呢一條啦，我哋最大嘅提示就係有融化並重鑄 melt and recase 呢一隻字。所以我哋會照用翻整容前等於整容後呢一個諗法。好啦 ，A2， 我哋整容前嘅 volume 會係大 R 二次乘派啦，之後再乘翻個大 H 乘2。好啦，整容後就會係細 R 二次再乘翻佢個高啦，然之後sorry 漏咗個派添，乘翻派先，再乘翻佢個高啦，然後再乘翻27。好，同時間，我希望你見到左手邊咧 ，OK， 即係 A1 個比例，你會 mark 到大 R 佢會等於3個細 R， 得唔得？然後代翻入去 A2 度 ，OK， 你會 check 到3個細 R 嘅二次，再乘派，再乘大加 H 乘翻2，等於細 R 嘅派乘10，再乘翻27。OK， 運算上點樣去做好呢？嗱，個人建議約咗派先。
OK 嘛？約完個派，然後你發現隔離個 R 二次都約得到喎。OK 嘛？咁你咪得翻 H 呢個未知數係嘛？OK，咁所以個 H 自己去計翻啦，佢係15cm 嘅。OK，咁呢個已經係我哋 A2要計嗰個較大嘅圓柱體嘅高啦，你明唔明啊？好，繼續波題咯喎。波題咧，我哋問啦，OK，兩個 cylinder 係唔係 similar？好，咁我哋波題。既然佢嘅長度比啊，即係個半徑嘅比例，啱啱 A1計咗，我哋照寫翻喺度先啦。OK，1:3。好啦，然之後 OK 搞個爛 gag 先，呢個係高比拜仁啲 friend。好啦，嗱，即係我哋個 height 嘅 ratio 依家係有啊。OK，佢係10:15啊嘛。OK，因為我哋個大家 H 為15。好啦，咁我哋高嘅比例就會係2:3。你會發現，喂，如果佢哋相似嘅話，佢哋嘅長度比應該要係一樣噶嘛，一定即係一係就100%要係1:3，唔會又係1:3又要係2:3，係冇可能同時間有兩個長度比例㗎。I mean，如果相似嘅話，所以佢依家既然個長度比例唔一樣，所以你就可以答 no。做完。OK，咁呢個就係我哋嘅 long question 2，接唔接受到？好啦，嗱，接受到嘅話咧，我哋去做後面嗰題。嗱，咁好多人咧都話2023年，OK，佢係long question 最難嘅其中一年啊，OK 嘛？咁我咧就會覺得佢難嘅位 ，OK，唔會係 A2，唔會係求職法呢一題。雖然好多人都話呢題，都幾難喎。好啦，嗱，點解我會咁諗呢？點解我會咁講呢？你諗下，嗱，首先睇 A 題先啦。A 題你依家有底半徑，你有曲面面積，純粹齋背式攞3分呀。OK，I mean 個 A 題會有3分呀。好啦，我哋依家呢個 A 題直接派 RL 個 L 點計啊？不是定理計啊嘛，開方14嘅二次再加大 H 嘅二次，佢會等於個700派。你明唔明呢一度你會揾到個 H 啊？因為你約咗個派之後，你得 H 呢個未知數啊嘛。OK，嗱，後面運算我哋唔多講啦，始終今堂我哋主要係講求職法。好啦，嗱，我哋咧最後會計到個 H 二次會係2304嘅，最後 H 會係48。可以嘅話咧，大家可以撳低 space，OK，然後暫停嗰條片啦，去自己計一計，OK 嘛？好。嗱，認真講，呢度喺 DSE 佔緊3分，真係咁難咩？應該唔會啊，係嘛？OK，好啦，嗱，我哋咧再睇埋個 boy 題，boy 題話咧，我哋個 circular cone，OK，將佢分咗做cone 同埋 cone X 啊，同埋 frustum Y，將佢變咗做圓錐體 X 同埋平線球體 Y。OK，好啦，咁咧我哋依家畫翻落去先，上面黃色部分。OK 嘛，我哋叫做 X， 下面白色部分我哋叫做 Y。我哋會知道 X 同 Y 嘅比例會係1:15，得唔得？喂，既然我哋依家要揾比例啊嘛 ，OK， 佢依家 X 同 Y 都唔係相似，我需要嘅比例係 X 比 X 加 Y， 得唔得？佢會係1:16，你明唔明 ？X 同 X 加 Y 嘅比例係1:16，咩嘅比例啊 ？Area 嘅 ratio。OK， 你明唔明呢一句啊係咩意思啊？呢一句係同你講緊細圓錐同大圓錐一個面積比例係1:16。好，咁我哋依家係翻答題紙度寫出嚟啦。好啦，依家兩個sorry，我簡略少少寫啊。我哋咧個 area 嘅 ratio， 我寫咗做1:16先啦嘛，1:16。自然我哋可以揾到 length ratio， 甚至你可以揾埋 volume 嘅 ratio 出嚟。OK， 即係面積比、長度比同體積比咧，你可以直接揾到出嚟嘅。volume 嘅 ratio 佢會係1:64，揾晒先咯。我哋依家要計咩啊？計 Y 嘅 volume。好啦 ，Y 係一個咩形狀啊？一個 frustum 嚟噶嘛。咁所以咧，你要知道 frustum 嘅 volume。
OK，佢有一條 OZ 嘅式去做㗎，佢係 power 法3乘翻我哋個 H 先啦，再乘以大 R 二次，再加大 R 細 R，再加細 R 二次。好啦，我哋依家有啲咩資料係有㗎？有一個 R， 不過差一個。OK， 我哋 mark 上面呢一個叫做細 R 啦，然後我哋個高即係 first 個高叫做 H。我可以玩比例去揾到個 R 同個 H 出嚟。好啦，細 R 除翻大 R， 佢會係長度比例1/4。見唔見到？啱啱寫嘅比例係有用㗎。好啦，個 R 會係抽法2。好啦，然後 H 一樣諗法，因為我大 H 計咗48啊嘛，我就會知道上面個高會係48減 H。OK， 48減 H 除翻48。佢會等於1/4，都係長度比例，然後交叉相乘自己計啦。OK，H 咧你會計到做12嘅，咁你咪齊晒資料咯。OK， 齊晒資料個 first 同埋 volume。OK， 就會係 power 法3乘高，再乘以大 R 二次，即係我哋嘅14嘅二次，再加14乘以抽法2，再加翻細 R 嘅二次。OK， 好，我哋嘅 volume 最後就會計到做3087派 cm 3次。OK， 呢個就我哋嘅 boy 1。然後你話係咪好難呢？應該還好啊嘛。OK， 好，繼續 boy 2。boy 2係更加簡單嘅。佢話 melt and recase 溶化並重鑄，整容前就係3087派，即係啱啱個答案。整容後呢，兩個球體，咁我當佢個直徑叫 D 啦。OK， 好啦，佢條式叫4/3 派，然後 D 除2嘅3次，你最後呢條式會幾多 dot 㗎啦？dot 為21，做完㗎啦。OK， 所以你會唔會覺得呢題好難啊？OK， 但係呢度係計緊8分嘅喎。你明唔明成件事係幾奇怪啊 ？OK， 你練好個 3D， 如果你咁啱考2025年，你 long quiz 連1分都冇 ，OK 嘛？但係你練求職法，基本上年年都有7至8分 ，OK， 即係個效率係極高啊 ，OK， 所以呢個課一定要練，你明唔明啊？好啦，繼續後面。好啦，而我覺得 OK， 我覺得 DSE 咧 OK 頗難嘅玩法就係呢一個玩 pyramid。因為暫時嚟講都係玩過2次啫 ，OK 嘛？當然 MC 有啦 ，OK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 pyramid 咧係大家會唔適應嘅，因為大家玩慣咗係圓形做底，即係玩 cone 玩 cylinder，OK， 即係玩圓柱玩圓錐 ，OK 嘛？因為玩角錐體咧，大家應該會識試，所以咧我哋做多一條係角錐體嘅。好啦，不過認真講啦，佢呢條個 A 題係超簡單 ，OK。好啦，嗱，我哋咧依家題目已經講有相似有 similar 呢一隻字㗎啦，所以直接可以玩比例。咁我寫好晒啲比例先啦。依家咧佢嘅 area ratio 面積嘅比例會係4:9。好啦，自然我哋 length 嘅 ratio 啦，或者 volume 嘅 ratio 都可以揾到。我寫晒出嚟先。好，呢度係2:3啦，然後 volume 嘅 ratio。佢會係8:27，得唔得？好啦，咁我哋依家要玩咩啊？要玩溶化並重鑄啊，又係有呢隻字。OK，melt and recased。嗱，我會知道咧。OK， 原本係一個角柱體。OK， 佢個體積為84×20。然後咧，佢溶化並重鑄後嗰兩個資料 ，OK，I mean 嗰兩個錐體嘅資料。係真係冇乜資料嘅，得個比例嘅咋，所以我哋就用 K method 去 mark 翻細嗰個叫做8K， 大嗰個叫27K， 得唔得？好啦，當你揾到個 K 嘅時候，因為48啦，你就可以揾到大嘅體積會係48×27，即係1296，得唔得？27K 嘛，咁咪48×27咯。好啦，然後細嘅體積就會係48×8，佢為384。sorry， 我寫錯單位，
呢係 cm 3次。咁呢一個就係我哋一開始要做到嘅東西 ，OK 嘛？即係我哋個 A 題。好，咁應該都唔算太難嘅，不過有少少嘅運算我都費事寫太多啦。OK，即係我冇寫咩8乘48同27乘48，希望大家理解啦。OK， 唔明嘅話記住喺下面留言區去問翻啊。好啦，然之後 boy 題話呢個大啲嘅角錐體嘅高為12 cm， 畫翻上去先嗱，呢個12 cm。好啦，然之後我哋揾較細嘅角錐體嘅總表面積。喂，咁其實我哋要嘅資料唔係大嗰個喎，我哋要細嗰個啊嘛。所以咧我就 mark 咗細啲嗰個高叫 h 先。我哋揾翻個 h 點揾啊？你有比例啊嘛，你有長度比啊嘛，2/3，所以個細 h 就會係8 cm， 得嘛？好啦，然之後我哋成條咧就 care 個細錐體啦。嗱，細錐體先係個主角，我放喺隔離先。依家個高為8，佢個體積係有㗎，佢個體積為384。OK， 所以我就可以咧叻咗個底個正方形嘅長度叫 x 先，然之後用體積嘅方法去揾翻個 x。我會知道 x 嘅義詞底面積乘翻個高除3，佢會等於個384，揾埋個 x 出嚟。OK， 佢會係12 cm。好啦 ，x 都有啦，你要揾總表面積可以點揾啊？嗱，底面積容易揾啊，12意思啦。好啦，個問題係側邊啊，黃色面，黃色 total 有4個面㗎。OK， 側邊有4個面，佢哋一樣嘅。個問題係呢個黃色面點揾？好啦，我哋咧如無意外底有嘅，差個高嘅啫。呢個高點揾啊？你會發現係好似做緊 3D 嘅。OK， 所以我哋依家咧當 3D 咁做，將個 vertex OK project 落去地下，佢就係個高嘛，就係個8 cm 啊。然之後打橫 OK 喺地下連翻落去啊。Let's say 呢度叫 V 啊，呢度叫 A， 呢度 boy， 連翻落去 AB 嘅 midpoint， 連翻落去 M 度。好啦，我會知道咧 V 嘅 projection 我哋叫 N 先啦。VN 係8，NM 會係 x 除2啊，即係6啊，得唔得？所以你個 VM 就可以派 fact，OK， 用派 fact 嘅方法，8嘅義詞再加6嘅義詞，會計到 VM 為10，然後就齊資料噶啦。好，我哋最後個 area， 哇，都唔知寫喺邊度。嗱，寫逼少少啊，疏啊，應該要移翻過少少幅圖。好啦，我哋個 area 會係底面積啦 ，OK 12義詞，再加翻黃色面，黃色面會係12乘10除2，得唔得？咁你有4個黃色面，最後我哋個總表面積 ，OK 個 total surface area 就會計到384 cm 義詞。好啦，咁呢個就係玩角錐體嘅方法 ，OK 嘛？咁我都希望大家學翻識嘅 ，OK 雖然有少少似 3D。OK， 咁但係都唔算話過分地難㗎。OK， 希望大家學得識，同埋希望大家唔好驚呢一課。OK， 係啦，最重要係唔好驚就得啦。OK， 好，咁希望大家有唔識嘅話咧，記住喺下面問啊。OK， 係啦，咁我唔識嘅話咧，咁就係啦，恭喜大家已經完成咗呢一課啦。OK， 咁我哋下一個 topics 啊，如無意外會係 Palma 線。OK， 即係我哋嘅 quadratic functions 啊，二次函數。咁咧，敬請期待啦。咁我哋下次見啦，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 YouTube channel 啊。好，拜拜。咁多位師兄，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學到嘢嘅話，麻煩大家 follow 翻我嘅 IG 同埋 subscribe 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多謝，拜拜。